进前伫新竹市的这个新埔呢，是发现有狗仔园内底有10只狗仔是活活互人家饿死。即马主人已经移送法办，嘛因为这主人呢是无来办宠物的登记，所以互人罚到26万无误。目前这救出来35只狗仔，已经全部拢带转去动保所来甲安置。 看到有人挖过去，需大声吠；另外一只是倒伫涂骹，看起来身体真虚。这几只拢是顶个月伫新埔，互人发现疑似互狗园主人虐待的狗仔，经过动保所带转去照顾了后，目前已经渐渐恢复健康。这是因为它会具有攻击性，而我们怕攻击，他们会攻击我们委托上去的志工，所以我们优先把它带回来。另外一只就是之前已经极度虚弱，然后送医的。 住院狗，然后现在它已经出院了，也回到我们所内去做安置。顶个月伫新竹有狗园发现虐待狗仔的事件，经过抢救，伫现场救出35只狗仔。新竹县动保所最近已经把空间清出来，准备把救出来的狗仔全部带回去安置。在原地的犬只还有32只，我们一个笼位可以关3只，所以基本上如果没有特殊的状况，我们需要11笼就够了。 当然，安置之后全部收回来之后，所内的收容运能就会达成满载。然后我们动保所也是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多多发挥爱心。狗园的状况目前我们每天都有派人喂食啊，然后经过这个2周以来，那个里面的犬只都明显的就是变胖啊，然后状况都还不错。 动保所指出，目前收容所拢总有80个狗笼仔，上大的收容量是240只。安置了后，收容所可能又搁是饱电的状态，所以也是期待民众发挥爱心，用领养代替买卖，领养这个狗仔登去饲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